时间时间，熬下熬下熬出破。下面煮着煮着煮成粥。来了，啊！萨拉米呀！剪的胡子好不舒服哦。刚刚真的好痒，我打不出来。真的好痒，好痒，鼻涕又出来了。觉得那些演大胡子人真厉害。然后你看我今天还不是穿古装，如果古装再加上头套，你看它有多可怕。这样一整天会受不了的。哦。发挥的刺痒的，还是习惯就让他就是在做。可能习惯久，或是钱多就好。我只是说辛苦了那些演古装还有大胡子的人，鳌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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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，这个好笑，走啊！这个像，可以。Action。短镜头剪哈。你说太紧了啦！很好啊，太快了啊，太快了！上个再慢一点。这么快的太阳啊！赶我！今天演出的部分就是要勾引花鬼，所以穿的衣服有一点裸露，但是身材还好吧。好精彩哦！喜欢！哇塞！他总是会在一个点上加一点，加一点，加一点，然后加到说哈，你已经来不及，你来不及说要或不要，你只能说哦好，然后下一秒5432就已经要豁出去。公姐你唔知，你莫看花过安尼哦，故意，伊细汉时阵哦，会甲阿信做一块录影带，爱情动作片哦。好，我发现了哦，我就甲阮爸讲，对呀。来，我要加一个东西，在饼爱是可以的。你从那个爱情动作片哦，爱情动作片。饼爱可以，饼爱可以。这是一大挑战啊！来，是爱情动作片啊！我发现了后，阮爸就甲我讲，不对，来，再一次，对。是爱情动作片哦。